公费的流感疫苗后个月就要开始做，也毋过学校发的通知单说是去年的版本，所以大约有100万的家长爱个订签。卫生福利部会室内嘛强调讲，今年会个增加高端公司生产的流感疫苗，大约是占1成。公费流感疫苗特别伫10月初2开始做，毋过校园疫苗登记系统刷突袭。疾管署发现，今年流感疫苗注射意愿登记系统的内容说明，竟然是去年的版本。除了病毒株无同，疫苗品牌今年还阁头一遍纳入高端流感疫苗。我们会依照顺序去提供给各个学校的疫苗。那通常同一个学校的疫苗都是同一个批号。疾管署表示，今年公费流感疫苗拢总购买698.6万支，其中国光生机349.3万支，差不多占总量的5成；赛诺菲192.1万支，台湾的东洋86.4万支，也甲高端70.7万支，差不多占1成。不是随便说，好像你分装的品质就比较差了，原装进口的就比较好，不是有这个问题的啦啊。所以我想大家要有信心啊，特别是对台湾的整个药厂所制造出来的疫苗也要有信心。医师提醒，前几年因为新冠致使免疫负债，预估今年秋冬流感疫情会比往年较严重。建议细汉囡仔、老大人这个高风险族群一定爱注流感疫苗。疾管署也强调，差不多有100多万的家长爱重新签署流感疫苗意愿书，安尼无法度做，因为意愿书有法律的效益，而且牵涉到有害救济，若做发生不良的副作用，才有保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